伊嘛免食到尾也袂晓啦。我讲你爱食呢，你老母食。伊讲伊一日牛3份。哎呀，因为迄个王上面就是无食哦，迄个王生症啊，所以讲吼，伊讲吼，伊一天牛3份，吼，迄个阿祖这免甲伊烦恼，因为阿祖这惊讲伊无食药啊，尾也要行嘿，迄是足恐怖的吼。着爸无一定会随死病，到尾啊吼，无食足危险。那么伫这个因缘呢，佮今日咱听着咱范讲师讲这个愿力与业力吼，或许觉得说真的很殊胜。那么伫这个因缘，我敢是讲，咱即阵讲话，会长有钱做需要人才，哦。泉州啊，好啊，伊叫即摆搁一间论坛里遐个，咱小黄伊就讲，这妈妈你们要常来，哦，我等来了后，伊就微信内底传来感恩，搁再感恩吼，啊，就是讲咱个去配合伊一个小小等来工作，哦，那么伫这个因缘，就我讲，即摆个愈需要咱去，为虾米？因为伊遐伊即摆伊家己好啦，伊的车人够济啊，哦，啊嘛爱食，啊嘛爱生存啊，哦，那么今日食可能离开了了有法度，但是生存这个方面呢，一定要来讲师去配合，哦，所以遮佛法敢是讲事实都需要连载，而且呢，就咱求得检讨身体要心良，别真菩萨什么时候来教我们去？哦，曾老师你们什么时候来？那么这一点哦，咱六位公主席很需要我们台湾的人才前线讲师来当发一个大话来讲开放第一个，虽然里面做出侪代志，但是吼，人去就得去。哦，就像咱民风这届伊的参考，当然，啊伊即摆交的男朋友叫子斌吼，就是咱平时单位一个前线囝，那么说少着伊有诚熟悉的经验，但是伊是幸福的。今日大家伊看到了后，伊要如何真正讲啊，加深咱道经理经验，听来伫咱道场参考，嘛是爱透过咱去啊博览兼道理来做一个宣传。哦，当然领人讲的，领人的道理真正做好诶，做环境吼真正哦，无我安排啊好吼，但是伫这个人情亲情方面的一个互动哦，是要靠我们引导。而且阮教自己一抓，我就来宣传。那么伫这因缘之下呢，伊就不定要参考，所以拄仔阮是即一段参考，就一抓拄仔伫咱书背后做个参考。那么参考了后，咱听着一抓我过去，伊咧甲咱分享，听着伊种欢喜吼，咱就足安心的哦。所以讲，其实咱要参考人才，互我感是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瓶颈，拢有一个瓶颈，啊，拢会惊啊，就像我今日去考咱杨美芳吼，就是咱即个。讲来大个吼，因为有报名，但是咱嘛足惊咧，讲真正，如果前日咱以后合的感受来甲咱做先来分享吼，咱报几个人去，咱逐工就会进行。啊，尤其咱透过咱组长甲领导搁报助理，我们都是战战兢兢。哦，像咱拜拜，我嘛去找素人啊，哦，所以尽量哦好势，你有报名要参考，我几点仔来甲你载安怎？啊，今我去考咱美方的。当然，我看着就来看你拢袂老皮哦。我边拢袂听着，我来想江妈妈，你怎么找到我家？哦，对了，我要找你妈妈，你回来找你们。哦，不是哦，你打错了，你打到我下一个家来。我因为我有想到，我敢若因咧后生较辛苦吼，有咧建议啦，哦，可能像讲伊若食素食是毋是伊肝的问题，营养的无够。或许也靠头牛说呢，像妈妈今年要亲口，那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吗？比如讲，讲因嘛，就是弟媳妇要甲建议讲，因妈妈这肝的问题，可能若食川素吼，营养较无够。讲拢呢，啊，旧年妈妈咧亲口嘛是这个问题呢。那么伊食一单的测料，伊身体敢有较好啦？伊讲吼应该是无啥差，无营养，但是即摆是看妈妈的问题。哦，我妈妈伊家己主张要请还是请啊？我无啥咧，你一句话赞声我就免反对啦吼。你一句甲你妈妈鼓励，啊，我去考咱大，有声无声，我家鼓励讲伊要家己去。伊讲若无在，我无袂当互你家己去吼，我会请迄个佩珍回去就是问的，啊，若袂请做
该是会无问题啊。各位亲爱，这是真正，我拢感受讲学校吼，拢会足烦恼，就是讲咱报名这几个是不是有法度可以让如愿达到千口愿这个音乐，这是真的很殊胜的，很殊胜。所以你这个愿力和你业力，那么咱今日常常咧听咱这节目才人讲，食家己的饭，烦恼饭。有影无？确实，哦，咱拢食家己的饭，你爱烦恼别人的代志，但是咱做你甲咱讲啊，你做偌济拢是因的，因为烦恼别人的